台看台铁甲旅行社合作推出2铁列车，火车顶头有装脚踏车的车架，互旅客会当家去铁马牵起来火车哦。也毋过因为是用40吨历史的机工号改的，我介是真烦恼安全的问题。也毋过台铁是强调讲列车有经过3级检修，安全无问题。 早家己的铁马上火车，阁有专门的车架啊，会使放。台铁14开记者会，宣布甲旅游业者合作，重新整理原有的纪功号列车，推出2铁旅游列车，阁有按照民众无共体能设计的旅游行程。以前如果说我要带着自己的脚踏车，然后去骑单车的活动来讲的话，我要把车子都要把它给拆卸下来，然后放在那个吸车带上面。 那要再另外买一个车位，不像以前我们可能只能坐区间车，那区间车它也有固定车厢，而且车辆数没那么多，也没有这样固定的车架。列车走到哪骑到哪的同时，结合在地社区、在地小农、在地新创，联合把地方观光做起来。不过，有人认为车站列车的设计看起来旧拗旧臭，无要出门观光的活泼气氛，而且中秋连假代替关联，会段之间号志系统各样，造成严重慢分。13宾客线嘛，因为讨石崩塌停驶，2铁旅游列车安全性也受到质疑。这个车子就是经过3检，所谓3检就是一个大修的一个程度过了。虽然它是旧车，但是安全性是无虞的。 台铁对列车安全性挂保障，嘛讲若是未来设备有需要提升，会搁再做了解。另外，针对鞭炮的安全性，已经成立专案的处理。14下晡，交通部长王国材又到花莲视察边交道的安全系统。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。